新聞頭期先來看這中共侵擾咱台灣，咱的國防部今仔日閣偵測到中共發射運載火箭經過咱的防空識別區。中國海事局閣發布航行警告，講是這2天就要佇咧台灣海峽實彈射擊，位置是佇咧中國福建的東山島近海。咱的航港局評估講，袂影響到咱海峽的船啊。中國官方媒體央視最近是一直放出中國軍隊在陸海空執行實彈射擊訓練的畫面。中國海事局嘛發布航行警告，講23、24連續2天在台灣海峽2個海峽進行實彈射擊，經過對照坐標2個所在攏在中國福建省東山島的近海。對這交通部航港局指出講，範圍離金門差不多57.6海里，配合差不多103海里，並未影響航行在咱國海峽的船。目前來看的話，中共這一次發布的一個實彈射擊，它的一個規模應該是沿海的一個火炮射擊。學者分析，這個軍演應該是中國軍隊小規模的火炮操演。但同一天，國防部閣一擺偵測到中國發射運載火箭，用西太平洋飛行，而且經過咱的防空識別區。閣真罕見，標註資料的來源是美國聯邦航空總署，顯示台美爭執交換的成果。面對中國持續侵擾，咱國今年的射程巡航演習，會在禮拜納入行動網絡降速的演練，目的在於模擬各種極端的情境。驗證政府在有限通訊環境下的應變能力，以及宣導民眾如何準備通訊的多元備援手方式，更加的提升全民有備無患的韌性意識。必須特別再次強調，這次演習不是斷網，而是降速。NCC 表示講，這擺演練的規劃是在中部和北部攏總14個縣市來實施。中部演練的時間是8月初10，北部的時間是8月13，攏在下晡2點半到3點。建議民眾事前加會使用到行動網絡的重要工課排好區，賣當生活到固網，也是用 WiFi 來連線。另外，過一個半月，閣做尖端海鯤號23號看到出海做第17擺的海測，和第11擺的潛航測試。航速我高雄港內航行速度的上限，閣緊閣順。今日嘛做夜航測試嘛，正受關注。記者綜合報道。